宜兰县旧南洋铁公路桥，互县政府废掉文主的身份，恐惊着爱拆掉。文化界嘛发起抢救，提出诉愿。文化部是认为县政府的行政程序有问题，旧南洋铁公路桥会当来保留文主的身份咯。也毋过宜兰县文化局并无认同，佮强调讲，这座桥已经无文主的身份咯。 宜兰县南洋大桥边有一座超过90年历史的旧南洋铁公路桥，县政府文化局废止伊的历史建筑文书身份了后，面临拆除的命运。文化界发起抢救行动，提出诉愿。最近文化部回函，认为县政府废止的行政程序有真侪违失。在程序完毕之前，旧南洋铁公路桥犹原有文主身份。伊这个申请会提出。 这个资料内底吼，都是拢无齐全啦，都是无因这个主管机关家己的这个影仔等等。文化界认为，文化部的函文已经证明文化局的废止程序违法。函文也表示，2023年文化局也针对旧桥做检测报告，认为旧桥安全无顾虑，阁有高级的潜力。今麦所推翻家己的检测，也废止旧桥文主身份。应该要有更多的方法。 让民众了解一下，到说这两个旧桥在对于宜兰历史跟宜兰文化上的贡献。旧桥拆除涉及南洋大桥改建工程，也毋过公路局已经表明，无论旧桥是准是废，拢有办法会当解决，无影响改建工程。文化界更较批评，旧桥现况无好，是文化局伫维管上根本无先尽责任。制作的那个废纸登录的程序啊。 我们全部都是依文资法的规定办理。也毋过，县政府文化局无认同文化部回函，因为当初的废止程序完毕合法。文化部的公文会议诉愿决定，无要求文化部针对此案补充答辩，也无应该办的事项甲程序无关。旧南洋铁公路桥的文书身份也是废止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